多靠近為你充電的人。網絡文章，平復我焦慮嘅一段說話。人活得累，一係就太過認真，二係太過想要。當你有情緒嘅時候，你要問問自己，係唔係又要強求唔屬於自己嘅嘢呢？唔好太過貪心，多一物你就會有多一物嘅煩惱，少一物你就會少一物嘅自在。總有一日你會靜下心來，好似局外人一樣，回首自己嘅人生路，然後微笑住咁搖搖頭。浮生不過係一場夢，你最終會明白，人最重要嘅就係健康平安，其他嘢都係浮雲，一切順其自然，冇必要強求。老天自有最好嘅安排。生活就係咁樣，唔能夠叫人處處都滿意，但我哋仲係熱情咁活落去。人活一世，值得愛嘅嘢有好多，唔要因為一個唔滿意就灰心。中途下車嘅人有好多，冇必要因為一個過客而令自己耿耿於懷。如果將過去抱得太緊，你點樣騰出雙手嚟到擁抱未來呢？人生其實就係一場修行，完善自己，寬容別人，接受生活嘅唔完美，慢慢學會控制情緒，你總會覺醒，只係早或者遲，而呢個早或者遲決定咗你人生嘅走向。我哋所有嘅付出同失去都係成正比例嘅，平時付出點樣嘅代價，日後講唔定某一日可能獲得同樣嘅價值。如果唔肯為別人撐，遇難之後有邊個會撐你呢？所有嘅一切都係來自於我哋自己，要體驗喺平時嘅點點滴滴裏邊，只係見唔到摸唔到而已，能夠睇到嘅都係假象，真正嘅睇唔到聽唔到摸唔到嘅先至係真相。做人做事要有真正發自內心嘅誠意，要立遠誠懇，做事正當，則人格高尚，自然就會有人支持。做人誠信好重要，為人應該要有信心，一切嘅愛心，一切嘅慈悲，一切嘅奉獻，都係從呢一份信心開始。所以信心好重要。人生邊個亦都做唔到人人喜歡，因為我哋唔係鈔票，能夠令所有嘅人都嚟追。我哋邊個亦做唔到事事都周詳，因為我哋係人唔係神，能夠令所有人都敬仰。反省係一面鏡子，將錯誤清楚咁照出嚟。唔好嘅習氣就好似心靈嘅病毒，當下就要去改，唔好令佢滋生蔓延。唔誇耀自己嘅長處，唔批評別人嘅短處，唔宣揚自己嘅貢獻，唔抹殺別人嘅成就。做好人唔能夠冇咗一個你，善嘅力量越大越強，化解災難嘅機會就越大。人生修行要有智慧，要知道自己過錯喺邊度，絕對唔能夠開口閉口都係人家嘅錯。當你喺度批評別人嘅時候，你睇下自己，要時常有感恩嘅心，不怨天尤人，心要清淨，不胡思亂想。呢個世間上冇乜嘢好爭，我哋最終都係歸於塵土，乜嘢都帶唔走。人生會難免避免遇到啲唔如意嘅事，我哋要能夠明辨是非，唔啱嘅事絕對不能做，唔好為咗討好人做虧欠良心嘅事。唔可以明知故犯，否則係傷人傷己。心存一善，勝過百日修行。一個人一開口就說道人長短，咁樣就同佛菩薩嘅智慧相反啦。因為佛菩薩永遠不論人嘅長短，歲月不饒人，轉眼就老了。從今以後就做最真實嘅自己，問心無愧，待人待己無怨無悔，對己對心，多啲靠近為你充電嘅人。人同人係唔一樣嘅，有啲人係幫你充電嘅，你同佢哋傾幾句，你就會充滿力量；而有啲人只會耗盡你嘅電，你同佢講一句說話，
感覺會少活幾日，遠離嗰啲消耗你嘅人，多啲靠近為你充電嘅人啦。